有地为社会业态儿童发射议员林彦竹5号伫总集村佮爆料，一名2岁幼童对8月开始连续2个月被教保人员以各种形式暴力对待，对监视器会当明显看出，不管是吊钢、杀虎刀，其他是强迫灌伊啉汤、用吹风机烫面等残忍的画面，造成幼童惨笑伫地角，身心严重受创，需要求市府要有爱心。暴力、零容忍绝对不是口号，要提出霹雳来严厉惩罚。家长15号跟我们讲，15号他去查说没监视器，他退学。然后他告诉我们教育局，好，教育局也告诉妈妈说没监视器。到了21号我在查的时候，你们才说有监视器，然后叫家长自己跟园方讲说有监视器的这个部分。你会不会觉得说，我们的同仁要不要未来更有同理心呐？因为呢，孩子他不大会表达，你只要告诉我说，他叫我姨婆呢，他说燕珠姨婆，老师是这样打的，在哪里打？厕所打，因为厕所没有监视器，这个也没有所谓的录音存在。霸凌零容忍，霸凌零容忍，虐童零容忍，我们的零容忍一直都存在。我想，不管今天是在那个私立的幼儿园，或者公立的幼儿园，或者是托婴中心，我都希望市长在局处汇报的时候，拜托你做一个，再请各局处更用心一点，不要让这种憾事再发生，可以吗？谢谢林议员。我们公立、私立都一视同仁，但公立的是100%都有装监视器，私立的我们是鼓励他装，也希望。当时我也提监视器，这一次我也会再提啦。目前的结果呢，这个老师相当的恶劣，不堪为教保人员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做了认定委员会，认定为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，然后也开罚了最高的60万。我想这个也应该给大家一些警惕。除了液态儿童唔甘，另外议员表明，痛心的也有安南区发生液态流浪猫，竟然手段残忍，将伊司机改替变态。会中议员以政界为例，烦恼嫌犯的液态动物卖杀人的潜在暴力，要求市警局赶紧找出嫌犯。对此市长嘛一直讲残忍，强调性命无价，市警局一定会以尊重性命尽速破案。台南新闻军旗林英庚采访报道。